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克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11月20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网络，有人咧会使战斗机失去引擎的飞行官是去投靠中国。苏贞昌院长和国防部监督法部长拢反驳批评这桩假消息。美国的《纽约时报》报道讲，美国的环保署长12月初5就要来台湾访问，行政院苏贞昌院长也表示欢迎。昨同日本新增加2388个染着武汉肺炎的患者，又搁超过早前的纪录。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今日搁新增加2个对印尼带病入境染着武汉肺炎的外国劳工。目前国内计共是611宗病例，咱等就来听指挥中心曾仁祥发言人上盖新的说明。这2例都是印尼籍30多岁的女性移工。那按611、612都是在11月5日自印尼来台工作，那入境后至集中检疫所检疫，那迄今都没有疑似症状。那2人在11月18日进行检疫期满前采检，那检出阳性，今日确诊，目前住院隔离中。那目前由于2人都没有症状，检疫期间也未与人接触，所以没有匡列接触者。过来关心拜利亚花莲空军基地蒋正治上校使一架 F-16战斗机起飞失去引擎，军方搜救的作业到今无停困。早起连黄曙光参谋总长也过去坐镇，总是打网络煞有人咧回讲，事实蒋上校是去投靠中国。国防部监督法部长甲行政院苏贞昌院长双人拢同硬反驳，批评这款假消息不应该。国军行政专机伫花莲空军基地降落，参谋总长黄曙光20早起一早就去花莲，要慰问失联飞官蒋正治家属，去了解 F-16战机的上新搜救进度。空军第5联队飞官上校蒋正治17暗时开 F-16战机进行例行训练，结果起飞2分钟失联，到即马人甲战机拢无找到。国军甲海巡相关单位为暗时甲之时一直进行陆海空的搜救作业。民间工程公司奥黛丽丝号也已经到花莲外海目标区进行音频探测。海军猎雷舰，之前所探测到的音频信号有9个点，奥黛丽丝号完成了7个航线的一个初步的一个音频的一个探测。今天上午会把另外2处通通完成，完成比对之后，会做更进一步水下目标第2阶段的探测。那100大气压那个深度，那困难度是非常的高，海底下面的深度相当深，那信号经过海水的这种阻挡之后，它信号会递减，所以时有时无。那又有海涌又有海流，你这样子会造成它搜救上、打捞上的困难。在伫相关单位尽全力搜救的同时，网络所传出蒋正治已经投去中共，而且人伫厦门机场隔离的消息。网络上散播这些谣言，我们觉得是非常卑劣的一个行为。针对中共的网络上的谣传，我们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只会加深我们国军抗敌的意志、爱国的情操。国防部反驳这消息，传讲认为投共的可能性真低。行政长苏贞昌也严厉谴责，这是假消息，也认为这种讲法是含糊阁无人道。记者综合报道。我来讲，早起伫立法院国民党的立委第11摆主动行政院苏贞昌院长上台报告。民进党这边面是讲明年度总预算若无法度照时间审查，恐惊连国防都会受拖累。另外，国民党也鼓舞民众礼拜日下晡去参加秋斗的游行，作为反对这回美国猪肉进口。还有特政府当电视台接照无当通过，根本就是无言论自由。20立法院的议会议场内底，除了人形的扛棒以外，规个拢无人。行政院长苏贞昌这个会期伫立法院第11届去予国民党来主动上台。民进党立委烦恼讲，技术扛棒，若是年底佫无法度通过110年的年度总预算，像讲海军预算到年底决标的级别性，烦恼讲国防军备无法度即时来反映。还是拜托国民党的立委，能够让我早日上台，向全体国人报告施政。
有很多海军的预算可能是必须为我们的国防增加防护的，那他现在已经要开标了，可是那决标之后必须保留，为什么？因为我们明年的总预算没有办法如期通过。国民党团更甲战场送出去场外，议场的正门口是摆出粉红色、黑色甲白色的三只猪。敢来猪，敢来猪，不食安，不食安。国民党立委统一穿黑色的衫，拿用双手拍车啊，拿画反来猪甲言论自由，呼吁民众11月2日上街路。东港嘛有南洋管区的首长站出来，大家去回顾以前蔡总统所讲的话，他曾经说，让人民在寒冬上街头，总统该感到羞愧。122全民上街头，总统你会不会感到羞愧？延过这几年的秋斗游行是由社运民间团体伫11月份来举办，主题重点是伫咧路权。今年国民党加入秋斗游行，增加反来猪甲保卫中天。外界即个讲国民党是伫咧转移秋斗的重点。江启臣强调讲，东港的统一穿黑衫上街路，袂去凸显任何政治的导向，会遵守主办单位的规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美国的《纽约时报》报道讲，联邦政府的环保署长 Andrew Wheeler 12月初5特别来台湾访问。行政院苏贞昌院长表示，台湾和美国的往来渐渐密切，相信将来双方面一定愈来愈密。外交部也讲，去年年尾吴钊燮部长就已经有邀请对方，过来联络打合若有进展，也会赶紧说明详细。台美关系继续升温，12月，各有川普政府内阁官员将来台访问。美国环保署长惠勒受外交部长吴钊燮邀请来台。对此，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乐见两国关系更较好。台美互动一直升温，而且往来密切。那美国环保署长应吴钊燮部长邀请，就要来台。我想。我们都乐见，而且也相信对两国的关系会更好。根据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环保署长惠勒有计伫12月5号迄一礼拜领团访问台湾停留3天。也毋过报道同时指出，访问团规模有10人，有计用4.5万美金，大约是代表128万。明年1月也要阁访问4个拉美国家，引起滥用公款的议论。惠勒发言人表示，这摆应邀访台，将讨论海洋保护、空气品质甲儿童健康等议题。若讲惠勒顺利访台，将是今年第3回访台的川普内阁官员。在去年2019年12月份的时候，是由外交部长吴钊燮他亲自的致电邀请美国环保署署长惠勒 Andrew Wheeler 来访问台湾，美方也表达来访的高度意愿。事后双方也持续的就本案交换意见。我们期待就访问的行程等相关细节达成共识，相关的进展，外交部我们会适时的来对外宣布。外交部长也指出，今年8月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甲9月国务院次卿克拉克访台，拢显出台美紧密友好的合作关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时期，当时的环保署长麦卡辛也捌伫2014年4月中旬访台。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中国和亚洲另外14国已经签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但有学者在咧烦恼讲，这个国家未来会互相减关税，阁会开放快速通关，恐惊10年后对台湾的伤害就会浮现出来。总是有专家分析讲，台湾要踏入国际自来拢是受打压，咱就要换注重协助产业转型，经济才会有出路。RCEP 正式签署对台湾的冲击，敢真正像经济部长王美花所讲的，影响无大。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找前国发会主委，目前是政治大学经济系教授的林祖嘉，伊讲对台的冲击会伫咧2030年出现，但是有一个前提，也就是台湾嘛无法度加入去 CPTPP。在这个相当打击之下，台湾出口金额估计会衰退80亿美金，经济成长率可能会衰退0.4个百分比。在 RCEP 里面，他们有便利通关这件事情，生鲜产品可以很快的移动，然后其他商品在48小时之内一定要通关。那未来如果台湾的商品进去拖到3天、4天、5天以上，那我们怎么样去跟东南亚国家形成供应链？这个 RCEP 圆满的运作，我想不可能。这个中国主导，然后日本、纽西兰、澳大利亚，它在透过印太的
战略要围堵中国，在军事上围堵中国，我想经济上要合作不会那么顺利。若是针对顶一日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加入去 RCEP 必须爱同意九日共识、一国两制这款的讲法。学者宣布爱修补的是两岸关系，一国两制毋是选项。若是未来想要加入去 CPTPP， 可能嘛爱面对中国的反对。针对当时要计划申请加入，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表示，目前也毋是正式的阶段，还不成熟嘛？有什么样的进展可以说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跟大家做说明。学者表示，过去台湾加入去国际经贸组织，长期就受到压迫，毋过也是动骨来压。目前有两个选项，就是日本主导 CPTPP， 但是中国无排除讲卖争取加入。另外，就是来甲美国签订 BTA， 深化产业合作。毋过上重要也是产业转型升级，才会当降低零关税所带来的产业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7月才发生中国东南卫视这个频道两个派驻台湾的记者，因为录台卫星的节目，互咱的政府请假时驱离出境。但共这个电视台另外3个记者，却共款的联络来宾去参加因制作的政论节目。但大陆委员会区随政府主义就已经表示，许可记者来是采访新闻，毋是做节目。这款代志若搁再发生，决定会依法处理。今年7月份，中国东南卫视两个驻台记者，则因为参加因台的政论节目，海峡新干线的录影，去陆委会认定做涉及采访许可无得保护合约活动，去互驱离出境。即马佫传出讲，东南卫视目前继续留伫台湾的3个记者，也是用其他形式来参加做节目的部分。显见丁一鸣在买任何东西的时候，都是习惯的去报公账、报人民的纳税钱。台北市议员洪邀请伫这个节目顶悬评论丁一日行政院的牛肉面风波，画面上是朱文伫咧台北录影。根据了解，中国媒体记者虽然已经无伫节目顶悬出面来主持，却是负责敲通告、联络来宾甲参加制作。停止在台录制节目的行为，如未停止，政府会依法处理。你是来采访新闻，不是来录制节目。陆委会表示，政府长期拢有在掌握相关情形，主管机关文化部17日开始，嘛已经小连续通知伫咧台湾的中国媒体记者，停止录节目的行为。若是做了也背负中国媒体业者责任，陆委会当地建议相关办法。东南卫视的台北演播室设伫咧公客下，社长表示无方便去问讲做的人是要安怎使用空间。他们有入办公室，我真的没有办法，我不方便回答，因为这是他们自己。他们的业务范围。国民党立委认为讲，陆委会应该说明中国媒体伫台湾做节目是违反多一条法律。希望陆委会能够讲清楚，到底违反了哪一条法令？我们的反渗透法或者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相关的法令，我们也会刻意的去注意，看他们有没有违法。根据了解，中国目前有5间中央媒体、5间地方媒体有驻台记者，其中央视、东南卫视、海峡卫视有租赁影棚，邀请评论家来录单卫星的节目等等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际来讲，日本今年武汉肺炎已经第3回严重摊开。昨通日本新增加2388染病患者，又搁超过早前的记录。尤其东京也是连续2日病例一直爬起来，昨就搁加534个人治病。东京都政府也已经决定，把抵挡病情的警戒由起来到上关卡的第4级。日本第3波的新冠病毒疫情拖前景，19日又增加2388名患者，和日本全国的新患者人数连续2天创下新冠纪录。日本首相菅义伟搁一摆要求民众做好防疫措施，建议民众除了用餐以外，随时拢爱挂嘴安。部分民众是認為有必要搁一擺封城，也是限制出門。この後やっぱり重症者がどのぐらい増えてくるかっていうのは2週間ぐらいタイム差ラグがありますからね。それの数を見て本当に都市封鎖とかあるいは外出自粛をしてもらわなきゃいけないなっていうふうには思ってます。即天增加的患者创下新冠，成为各地拢陆续创下新冠纪录。台北338例，北海道267例，爱知县219例，加兵库132例，拢是疫情发生以来一天增加患者的新冠纪录。其中东京嘛增加534名患者，比10个新冠纪录搁较济。东京都地区小池百合子表示，因为感染来源无清楚的病例增加，加上疫情伫每一个年代的族群化，就提出了5项的防疫措施。会食はぜひ小人数で、できれば小1時間で、それ程度に収めていただき、小声で楽しんでください。
合わせてお料理は小皿に分けてこまめにマスク、換気、消毒をしていただくということで。今麦当家已经伫专家会议了后，决定甲疫情境界顶级有关到相关的第4级，毋望会当阻止病毒拖的速度。公司新闻，但是同朋友。过来讲，欧洲中部的 Hungary 这国针对俄罗斯进口对方家己开发的武汉肺炎预防剂，要来研究详细。是讲这款举动啊，加深 Hungary 和欧洲联盟中间的敏感。一来是因为这款预防剂联盟根本都还未通过许可；二来 Hungary 的政府嘛才打拒绝接纳欧洲联盟所提供紧急纾困的预算尔。这台降落伫咧匈牙利布达佩斯的飞机内面载是俄罗斯研发制造的新冠病毒疫苗史普尼克5，数量10打。匈牙利买这疫苗是为特别研究业配方，过来研究制造家己的新冠病毒疫苗。Nagyon különleges körülmények között szállították légiúton, folyamatosan -18 fokon. A vakcinát és a lehető legmegalapozottabb döntést hozzanak az esetleges felhasználhatóság és esetleges engedélyezés ügyében. 匈牙利进前防疫正松，总共有超过161000人确诊，3500人死亡。目前是防疫规范新一波的封锁。政府也将全世界几类疫苗研发药厂接洽。俄罗斯的史普尼克5伫欧洲也未做临床试验，也未经过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评估。Tárgyalunk mindenkivel, aki ilyen vakcinát Magyarország számára biztosítani tud. Ebben az Európai Uniós törekvéseket is kell érteni, hiszen az Európai Unió közösen is kötött szerződéseket. Próbálunk amerikaiakkal, izraeliekkel, oroszokkal, kínaiakkal is tárgyalni annak érdekében, hogy a lehető leggyorsabban legyen vakcina. 匈牙利也是欧洲第一个摕到俄罗斯疫苗样本的国家，也毋过也加深甲欧盟之间的围下，一直互人讲甲欧盟的民主期待也个发力愈行愈远的匈牙利也个波兰，前几天才投票呼吁欧盟未来适当提拨予各国极需要的疫情纾困预算。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澳洲的军方经过4冬调查，正式讲对公元2009年开始，澳洲派驻亚洲中部 Afghanistan 阿富汗这个国家去参加反恐怖分子战争迄个空勤特种部队的队员，竟然连遐一般的百姓甲导航的战犯都抬参落去。但澳洲的总理已经公开向阿富汗的人民表达悔失的。澳洲国防军公布一份经过4年、听超过400名目击者证实的重大报告，为2009年到2013年之间，澳洲空勤特种部队队员捌伫阿富汗反恐战争期间涉嫌杀害老百姓、农民，甲战争中被掠人，至少39人。19名现役或者是前特种部队成员应该被调查。None of the alleged unlawful killings were described as being in the heat of battle. None were alleged to have occurred in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 intent of the perpetrator was unclear, confused, or mistaken. This shameful record includes alleged instances in which new patrol members were coerced to shoot a prisoner in order to achieve that soldier's first kill in an appalling practice known as blooding. 调查发现，澳洲军方的内部文化，尤其是特种部队内底，充满歪曲的竞争气氛，甚至伫杀人了后，伫无线电内底讲是拍死敌人，空背后诚心而且毫无保留向阿富汗老百姓回失礼。阿富汗表示，已经接到澳洲方面保证，会得到确保司法公正。Some of the incidents do seem to amount to war crimes, specifically the war crimes of murder. It was very pleasing to see General Campbell commence his press conference by not only unreservedly apologising to the Afghan people, but making it very clear that Australia will be working in partnership with Afghanistan going forward. A successful investigation of these crimes that, of course, took place far away from Australia. 澳洲总理莫里森顶礼拜宣布任命特别检察官调查相关的代志，伫国际刑事法院出手进前先采取行动，也阁成立独立小组改善现况。
2001年塔利班政权被推翻了后，澳洲伫阿富汗驻点，甲美国联军的盟邦合作，一开始任务是训练阿富汗军队，不过后来参加愈来愈多甲叛乱分子的战争。记者综合报道。倒转来关心国内上届新的消息，高雄市韩国瑜市长罢免的党票通过了后，早起是换推动罢免黄捷市议员的民间团体带人游行，甲第二阶段拢总4万通份的联署单送去交市府的选举委员会审查。另外高雄市陈志忠议员、甲桃园市王浩宇议员第二阶段罢免的联署单，地方的选委会也拢已经伫咧审查了。火车顶边一箱搁一箱的联署书，是为红山76个里，总共40918份的联署书。罢免黄捷团体20载起为总部用游行的方式，甲联署书送到高雄市的选委会，说落来要等40天的审核期。因强调讲，这4万多份的联署是典型民意。在高雄市议会要通过高雄瘦肉精零检出的时候，黄捷她竟然绕跑了。现在我们人民都要捍卫我们新闻媒体言论自由的时候，黄捷竟然在她的粉砖上面，恭喜所谓的7-0。罢免团体不满黄捷真爱引起别人的注意，认为伊无信任。黄捷是真无奈，表示讲伊无支持过来的，唔知影为虾米有人要后背讲话。不过伊嘛尊重无共的声音，佮讲声笑讲，其实厝内人真赞成伊方罢免，因为安尼伊才有时间通休困。对着我喊反对瘦肉精，我想说，我从来就没有支持过瘦肉精，就是的确他们会对我喊一些想要对民进党喊的口号。找到一个对象，就把所有的相关的愤怒都放在我身上。唔但黄捷方罢免，高雄市的民进党议员陈志忠、康鲁成、有高美林和桃园的民进党议员王浩宇，拢面对着相同的问题。其中，陈志忠和王浩宇的第二阶段联署书拢已经过标准，已经送去选委会等待审核。年底进前若是有过第二阶段，上紧明年2月就当投票。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关心，昨行政院通过私立高中以上的学校结束经营退场条例草案，但已经引起一寡教师团体出面批评。私立教育事业协会理事长，也就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张彦璞校长就讲，若学校去互政府列入专门辅导，分明就是提早判死刑。高教工会这边也表示，草案内容的破拍，会换造成财团来贪渎学校的财产。伫咧学校财务也是办校出现状况的时阵，也阁会当改善。行政院打通过的退场条例草案，会以财务教学品质来订定已经的指标。教育部表示，目前有30几间私立高中职，甲10几间大专，拢伫咧已经的范围以内。你不要让他已经欠了老师好几个月的薪水了，然后你这时候再来处理会比较困难。学校无改善，就立即去专案辅导，而且卖公布校名，互学生选志愿的时阵做参考。若是3年以来无改善，就爱退场。针对这件代志，私立教育事业协会理事长、中国科大校长张彦璞认为讲，已经的学校爱去靠补助款，办校会更较困难。专案辅导去互公布校名，建议公司提早判死刑。若是3年无改善，就直接退场，敢是符合庭事正义。你哪怕要让这个学校退场，你必须经由司法的判决。可是现在不是，他完全利用专法的方式，然后让直接可以判断是不是死刑。事后办校去互意见，张彦璞讲，毋是干那拢是违法，辛苦办校的学校更较期待积极的诱因。国教工会进一步指出，草案有3个空棚跟2个欠点，干那以意见甲辅导指标，甲3000个学生的标准提掉，可能互财团有机会来抢校产，嘛有可能会因为安尼来甲老师甲学生处理掉。如果今天是私校董事会，我一定不愿意最后落入说期满3年后。我就要校产就要充公，就是让董事会还是可以继续用过去那样子的方式，让师生权益受损。国教工会表示，草案无法度保障师生的权益，甲校产公共化。若是政府一定爱立案，互私校退场的问题变严重，会号召教职员行上街仔路。张彦璞是建议，立法院要审议进前，会当加召开公听会来听看卖无共的意见。记者综合报道。我来讲，桃园市绿色捷运捷线长伫咧施工，
偏好 G12 甲 G13A 的车站接触范围四边的农地，市府拍算拢总要征收546公顷。但早起去征收有钓这的地主证人所组织起来，历届农地守护联盟，就去到监察院陈情，要求调查征收敢是违法滥权，市府伫咧查土地的手段。到伫桃园积分绿线 G12 到 G13A 站周边的居民，会再来到监察院头前来举行记者会，因演出行动局指控桃园市政府为着要平衡绿线的财务，强征人民的土地，互原本会当靠营运票收收入，自偿率2.86%，透过跨县加值方案，差责人民土地，甲自偿率提高到41.77%。征收农地，黄土变成金。特别适度面对着征收的路线线，不满公共建设一路提走爸母传承予伊的土地，原本1甲外农地仅剩4分外，家园破喙去，伊批评政府有够可恶。非常可恶啊！我申请完全没有用。人权团体指出，这个案件总共要区段征收达到546公顷，是国内第2大区段征收案，但完全无正当性甲公益性。它会严重的破坏就是在地的生活形态、社会网络。那对于在地居民的财产权、生存权、居住权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由征收户组成的历届农地守护联盟，随后进入监察院陈情，请求监委调查这届计划可能牵涉到的违法滥权行为。记者林曾志成台北报道。咱话来讲，南投县因为家己无设分化场，但蹲伫咧草屯转运站的粪扫已经达到4万几吨。昨暗透暝，这片粪扫山所熊熊火烧，火势佫猛到用要逼近对场仔边高压电的电塔去。草屯镇公所当时说明讲，拍算因为沼气伤重，火才会倒起来。啊，县府环保局也表示，会加速清运粪扫山处理的速度。外面会当看到天顶火火烧甲红记记，而且拄国道6号赛车地当快，天正打光，火也是继续伫烧。消防人员爱忍耐乌烟甲高温，赶紧压水降温。除了油水线，怪手嘛赶紧来乌防火巷，防止火势继续拖。南投草屯镇的粪扫转运站20半暝啊发生火灾，火势是一直拖，虽望4颗位啊无徛家，啊毋过边啊所有高压电塔险啊去互烧着，好加在火势伫早起渐渐去互控制。公所在12点20接获消防队的一个通报，那这初步起火原因还待消防队这边来做一个调查。草屯镇公所表示，因为粪扫年久月深，产生沼气，佮加上真久无落雨，家己倒起来了后，佮透风，转来引起火灾。导火的原因也佮爱调查。目前会先用怪手甲粪扫悄悄地来降温，避免火势继续拖的可能。环保局嘛派人来现场监测空气品质。啊，若是南投县因为无焚化厂，粪扫到达已经累积4万多吨。县府环保局讲会加速清温。你的那个清运计划是还在研拟中啦，这个部分是还没有进行，都会委外清理的。南投县环保局表示，南投县目前大工的粪扫量是250吨，希望粪扫的来源嘛会当做伙减量，来减轻一寡县内的粪扫压力。记者综合报道。咱话来讲，昨早起国家海洋研究院有4名研究人员伫咧平湖的海面畅水，就去调查海底的生物，一时煞来失去音讯。原来就是海水错漏，4个人员往北漂流超过20海里远，才去互当咧讨猎的中国渔船救起来。加在人拢好势好势，无啥各样甲伤痕。 4位研究人员被救起来了，和医护人员做检查，因是国家海洋研究院的研究人员，直到坐一只船做水下调查，早起10点半伫咧平湖7米附近的海域藏在海底做调查，结果超过时间拢无起来，船长赶紧通报海巡单位找人。 前边加强搜索，包括平湖海巡队的船，也个乌鹰直升机，拢到附近的海域找人。好在在4人伫咧彼岸时阵，互伫咧附近作业的中国渔船救起来。听到他们获救，那时候那一刹那，心情就比较放松下，因为他们本身4个都是很有经验的潜水人员，而且他们都整个潜水衣都穿着，所以基本上安全是还好啦。 国海院讲，因伫遮做海底生态采样调查甲摄影，4位工作人员包括1位研究助理、2位厂商甲1位教练，
到差不多30公尺深的海底时阵，和海流向北边带到20.5海里远的所在。因为我们在7月的时候就已经做过一次，所以我们在第2次应该是在10月份做。是，大家因为10月份这个时间里面，大家知道说最近那个台风我来那个时候海象气候不好，那我们经过我们的那个我们的研判，那我们看这几天是天气是好的。因为4个人是和中国渔船救起来，所以长期马警调向卫生局加疾管局等单位，将4人直接送居家检疫所隔离。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下台南市永康街东桥7路的尾仔街，一则较无200公尺长的车路，因为咧做水利工程乌暗空，头尾煞当年外拢敢若会当剩一线道会得过。经过市议员出面反映，但公所这边已经有因讲月底进前工程就会完工，路面也重新搁再铺好平。救护车要去救人，驶来到永康东桥7路路尾嘛，敢若会当登过。民众上班的时想要过嘛，袂当过，因为这段路长得做超180公尺的水利上涵工程。上线道放甲干那村高线道，毋过互人上无法度了解的是，这个工程伫去年6月份开始做，工期是300工，煞到今还未完工，严重延前，引起民众不满。我这边挖一挖，补起来，又挖另外一边挖一挖，反正就陆陆续续，这条路从来没有通过。然后地面也很不平，就很消极啊，因为已经反映很久了啊，他也没有在处理啊。哎呀，这工程这也不是说会故意说抱怨一定会抱怨一定会啊。当地民众讲，上下班时间常常塞车，就塞半点钟。做公共工程的交通黑暗期，民众大部分拢会当理解。毋过这个工程真正是拖伤久，所以嘛找民代来တင်情。针对这个代志，永康区公所表示会要求厂商赶紧完成。若是延前的部分是每工扣3万块的工程款，而且嘛无排除讲要解约。那有一条路做这么久了，到底是发生了什么状况？做不下去的话，就由水利局来承接。那到11月底就会给民众一条不会这么烂的路。地下地的工程有很多外管单位、管线单位啊，有碰到这些自来水管线啊、中华电信的管线或台电的管线啊，我们都要配合他们迁移完以后，我们才能够陆续来施作。好，那目前来讲的话，它已经超过了80多天了，我们一定会按照合约的内容来执行。这个工程的总经费超3000万，去年6月7日开工。在咧工程的当中，一定换设计，还有地下管线障碍工程延前。原本8月29就要完成，煞拖到单。而且工程即马嘛才完成85%，但是区公所是强调讲会好好监督厂商完成施工，若是一切顺利，希望会当伫咧11月底完工，幸福用路人一条安全的路。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过去台东关枪在北发生人饲的牛行对省道入去，甚至汽油车弄掉的案件。当管府所提出放牧饲养家畜管理自治条例，内容禁止省道四边200公尺内饲牛，违规上重会罚款6万块。但议会也已经通过这条案，这也是全国头一大县市明文规定省道边禁止饲牛的自治条例。今年3月暗时，台东东海岸发生一台轿车伫省道上意外弄到一只走伫公路的牛，不幸死亡。而且我2年已经传出几啊件类似的案件，大部分拢找袂到要求赔偿的对象。台东县政府自去年就制定台东县放牧饲养家畜管理自治条例，其中特别规范禁止伫省道两边200公尺内饲牛，避免佫发生牛只走伫公路。这个月通过县议会甲农委会审查通过，立到正式生效。违反规定，就有佫较明确的处罚。依照我们的自治条例，只要没有挂耳标，那或是说距离在省道200公尺以内的话，我们的裁罚的基准是新台币1万元到6万元。我住在海线啊，常常碰到啊。安尼对啦，爱去管理啊。官府表示，这项自治条例是针对放牧饲养户，一般畜牧场已经有其他管理办法约束。官府统计，全县有2000多只放牧肉牛，也毋过扣制规范，禁止伫省道边饲牛，县道都无禁止。也毋过官府表示，自治条例中也是有强制放牧饲养户爱为牛定鱼标的规范甲法则，一旦发生牛只走到县道尾路，就会当找到饲主，以交通安全条例开罚。那如果没有挂耳标的话，那我们依照动保法，我们会由县政府这边会来做强制没入的这一个程序。
柯家豪强调，明定法则是爱饲主负起土地管理的责任。未来若有必要，会将管道纳入自即马起关乎有住地条例的法管依据，会当禁止服务场稽查开发有交无定线标的饲主。记者综合报道。换来关心农业来讲，今年云林县斗六门四边的范围有列入文旦油农业保险的地区，农民若来分这条保险，农委会补助5成的保险费，县府也会补助1成。全年发生文旦油的农业损害就通理赔。不过今年这大家600名油仔农参加的却无甲10个，意向有较低。县府坦白讲，国内要斗出甲2成半的保费，望农民尽量来参加投保。一透早，农民到油仔园种地，为着要鼓励油农分担农损的风险，云林斗六今年嘛是保险的承保地区，由农委会补助一半的保险费，县府是补助10%。不过大斗六地区超600个油农加入农损保险的煞无到10个。用啊保险类安尼吼，咱损失吼无到遐对无？安尼袂符啦。有投保的农民是表示讲，斗六的文旦是真有价值，1公顷农损的保险超是75000块。虽然今年是无风灾，不过也是惊风台会来造成全部拢损断，但是赔偿的条件是真有限，可能也是农民投保意愿低的关键。有时候是寒害，它会造成开花的不足。那时候你看农委会，他也会觉得针对这个部分，就是说结果不足的时候，他就会启动灾害补助。可是我觉得保险这个部分，它就没有纳入这个部分。那它没有纳入这个部分的话，那相对的，只有台风这个就变成只有台风险，它并不是把全部的农业损失的那个部分下去一起做评估。110年特别为了照顾幼农哈，所以我们有关中央政府出50%，农民负担50%的部分哈，我们县府愿意帮助农民协助出补助25%啦。农业处是表示讲，经过统计，今年油仔园的农损投保敢若有6户，面积超是5公顷。为着要提高农民投保的意愿来分担风险，分县府提悬补助的保费，鼓励油农来投保。若是拄到天灾损失20%以上，也会当申请天然灾害现金救助，两边拢会当有保障。记者综合报道。我来讲，早起伫咧看护工劳动权益论坛这个座谈会现场，有印尼的官员表示讲，因的劳工伫台湾工作的担头真重，才会愈来愈侪人脱走，变作无牌移工，这是人权问题，望两边的政府拢爱重视。是讲印尼政府对明年起要求请工的雇主爱负担劳工出国的机票迄寡费用的新制度，恐惊暂时是无要改变。印尼政府宣布，明年起，移工出国的机票、护照等费用转由雇主承担。顶个月，行政团体前往印尼经贸代表处抗议，咱国劳动部也表态，不接受印尼单方面实施这项零工费制度。不过，印尼驻台官员早起出席看护工劳动权益论坛时回应，不过政策未改变。Pemerintah Indonesia melalui KDTP telah menyampaikan penjelasan terkait dengan penetapan kebijakan zero cost, yang mana yang perlu digarisbawahi bahwa kebijakan tersebut tidak berlaku hanya untuk Taiwan, tapi juga untuk seluruh negara-negara penempatan pekerja migran Indonesia. 印尼驻台官员伫论坛记者会上也指出，印尼移工在台的工作量大。雇主有时阵会明显违反工作协议，甚至恐吓威胁移工，要终止劳动契约。历史哪来哪侪印尼人逃走成为非法移工？希望印台两国伫当年的对话机制中加强讨论剥削问题甲移工的人权。论坛的主办单位立新基金会认为，今年新冠病毒疫情已经出现欠工的状况，咱国更加应该迫切改善移工的处境。目前也是非常的缺工和抢工，对，那在这个疫情年，可能就是给我们一个警讯，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对于雇主来说，整个费用的提升，那或者是这一个照顾成本的压力，我想国家要正视这个议题。看护移工长期被排除伫劳基法之外，李新也建议，咱国应该公布雇主聘雇家庭看护工的劳动指引，互移工的薪水工时有明确的指引规范。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讲宪法的法律规定讲，若要转换性别，像讲男性要变更做女性，还是女性要换登记做男性，拢都要甲体内男性还是女性才有的器官手术掉，佮交出诊断书、身份证的记载才会当变更。啊，毋过判例权益推动联盟这个团体也主张讲，强制要求手术是违背宪法，望政府就要对时代改变规定才是。变更法律性别，必须出具2张精神科医师的证明，以及动手术。譬如说男跨女，他就必须要拿掉阴茎跟睾丸；女跨男则是乳房、子宫和卵巢。因此呢，基本上必定会影响生育能力。在刑法上，影响生育能力的这一种手术，如果不是经过当事人同意的，这个是构成重伤害的。所以今天不是所有的跨性别者都想要动手术。判例权益推动联盟这个团体强调讲，国家要求一定要手术，这是违背国际上人权的走向。总是过去10几档法律说拢无改变到半点，过来出面请愿的人士要进入诉愿甲行政诉讼的过程，就是望要争取有意转变性别的人自主决定认同甲表达身份的权利。过来关心医疗，去年南口中坑病院引进全世界头一组手骨复健的机器人，让中风患者手动入去机器手骨，来刺激大脑的神经。中风复健的效果就会当提升到2成至3成。啊，这项上届新研究的成果，5月也已经刊伫咧国际医学期刊咯。52岁简女士去年中风，倒半边半身拢袂顶袂动，就连手指头也无法度完全拍开。生活当中真侪代志，拢要靠别人斗相共，互伊真爽志。好佳在伫医师建议之下，除了传统复健，伊阁另外接受新的手部复健机器人训练。即马倒手骨已经延牙悬，手指头的掠压能力也恢复，抑阁转去上班，工作拍电脑拢无问题。我的手可以举高，然后可以做任何右手可以做的事情，不管是张开或是握住、拿东西，我觉得右手能做的，左手几乎都做得到。负责治疗的南口中景病院表示，伫科技部专案补助之下，去年全球首创架上手复健机器人，予中风病人穿机器手，佮经由正手甲倒手共同操作，等掠物件、感受物品的材质甲重量。这种有感受的治疗情景，对病人大脑神经活化真有帮助。平均治疗6礼拜，等提升日常生活功能2到3成。它就是用中风的这个好的手，就是没有受损的手，去带动这个不能动的手。那它最主要就是使用感测器跟马达的技术，可以做到这样的动作。根据统计，台湾目前差不多有15到20万名中风的患者，而且以每年3万名的患者继续增加当中。医师提醒，中风了后前半年是黄金治疗期，若及时采用科技复健，不只能减少后遗症，也提升生活品质。这项新的研究成果，目前已经被刊登伫国际医学期刊。记者综合报道。换来讲，早起立法院成立新住民权益发展促进联盟，邀请各党派立委和新住民的代表互相交流。联盟也望讲会当加强对新住民后头迄寡国家外交的关系，啊，佮有经济贸易往来交流。另外嘛，尽量要注重照顾新住民和因的囝儿，种种生活的起居。台湾立委联手做伙成立新住民权益发展促进联盟。目前新住民伫台湾有超过56万的人口数，新二代嘛已经超过40万人，加起来总共要8万人的人口数，伫台湾的影响力是继续扩大。新住民代表是正关心未来伫台湾的教育权甲工作权。我们东南亚有7国语言，我们政府在推的7国语言，但是在目前学校的话推不是很好。对，在这一块不管是选修还是必修，我觉得说这个要延续下去。新住民嫁过来比较有一些真的是很困难，那一种我们是需要帮助的人。那新2代的部分就是我们当妈妈的要好好的培养。另外，针对顶日内政部移民署修正新住民发展基金会收支保管甲运用办法，调降基金管理会的委员数。内政部长徐国勇嘛透过出席联盟成立的场合来背会，调整比例，颠倒是促进新住民的权益。一开始
有新住民朋友可能有点误解，我们把那个名额稍微缩减的时候，人家以为我们是要减少新住民的比例，其实不是，我是要增加新住民的比例。因为我们把分母缩小，把新住民的分子扩大的话，它比例就是增加嘛。新住民权益发展促进联盟表示，联盟未来会甲拄全台湾各地来的新住民代表共同建议新住民的事务，针对新住民甲新二代伫台湾所面对的生活问题，会互因更较侪资源。另外嘛，希望正做甲新住民母国交流的管道。记者综合报道。咱我来看新竹一个4岁幼囡仔已经是网络的红人，因为伊无论食饭还是开讲，拢用台湾话咧讲。这个幼囡仔嘛讲感谢爸爸替伊录影传去咧网络顶头，也望大家拢会当看伊的影片，做伙欢喜来学台语。我今年4岁，妈妈拢会教我做卫生柜，陪我做会看册，定定爸爸妈妈拢会带我出去耍。用煞拍台语消解家己，阿某阁会晓用台语念故事，互妹妹听。因为我伊讲，一定礼拜去骑脚踏车，伊有水要喷爷爷在伊的口啊。阿某一家口平常时伫厝内，毋管啥物代志，拢用台语沟通。台语已经成做因上食药的语言，连按长的时间嘛相像。这是迄蒜头的咸，一撮仔咸啊，会使无？就咸吗？那有最咸吗？无你我倒一碗汤，啊你要食之前，你先稳稳的，甲迄咸咸的洗掉。台语就是阮共同的一个语言，嘿，无需要去特别去改变的呢。啊，颠倒是讲去出去外口，伊爱学国语，因为伊为着要甲别人去好好讲话，所以伊特别去学国语，毋是学台语。有一届伊甲我讲，我要去加班，我要去上班，我要甲讲，因为我的钱去互头家扣掉，所以我爱去加班。伊就甲我讲好，妈，安尼你迄工，你得去上班哦，啊，你得甲迄个去互头家扣掉的钱去甲伊抢转来。伊会用一寡阮拢无想过迄个动词安尼。出生当然是即马汉甲无话讲的，都无毋过对阿嬷来讲，这个传统的动物无啥共款。对新地的人来讲，佫较选一个多青后衣。阿某嘛会晓用台语消解心得，好耍的所在甲好料的。爸爸用影片的方式记录，分享到网络顶悬，反言是台语的小小代言人。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咱我来看南投县仁爱乡亲爱村的松林部落，目前正伫咧推动分口风琴这项原住民的传统文化，开课教民众安怎制作这款乐器，甚至佫特别结合马友林这项现代音乐艺术，望讲原住民的文化会当来带动着部落经济的发展。轻轻的随着这条线这样画，直直的下，你看到哦。老师亲身示范，经过实际操作解说口风琴的做法，学生接触听说明，一步一步按照老师的指示试验制作口风琴。口风琴是原住民重要的传统乐器之一。经过时代变迁，会晓演奏口风琴的人愈来愈少，更加免讲知影爱安怎做口风琴。南投县仁爱乡亲爱村松林部落就专工办课程，望传承这项传统工艺。口簧琴的制作跟口簧琴的使用方式，以及他们的那个音阶怎么使用，除了会制作之外，还要会演奏。除了会演奏之外，还要让他们知道这个演奏出来的旋律是什么，那旋律传达的讯息是什么。我以前小时候有听过那个我自己的阿嬷吹这个口簧琴，然后刚好这一次有这个课程，想说来学看看。学会之后，我第一个要学会吹的时候给我的孙女听，家里的人听。口风琴对原住民来讲，唔单单是乐器，更加是部落的居民沟通交流的工具，对族群有正深的意义。所以课程唔但教民众如何制作口风琴，也爱学习原住民的文化和历史。我们先要把文化历史先把它讲完，就是让他们知道说我们为什么会有口簧琴。那口簧琴在我们这个部落里面到底是什么意义？不了解它的用途，不了解它的相关的历史文化，那这口簧琴对你来讲，它只是一个乐器。
南投县仁爱乡的原住民部落分散各区，各部落的特色也拢无同。有不少部落积极发展特色并观光，现在川上林部落推广小提琴这项特色已经真侪档，名声是通国际。但上林部落也要利用成功的经验推动口风琴。那传承原住民的传统文化，也希望通结合小提琴这项现代艺术，打造现在传家有的特色产业，成做部落发展经济基础。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嘛是菱角大出的时阵，台南地关田国中遮有通台湾唯一一搭环境保育的菱角园，原来就是用活水种菱角，搁再采用菱角炭，落去改善土壤含水质，提高种植的品质。台南的关田国中有全国唯一的保育菱角田，是透过加南大圳的活水来种菱角，佮加入菱角壳的炭，改善水质，让菱角的口感变更较好。嘛提高伊的价值。那除了学生会做一些养护，那有磷壳炭，也有一些我们的菌类的菌种，能够来让整个菱角田的产值能够提升。研发团队表示讲，甲原本烘当做本色的菱角壳，烧做菱角壳的炭，佮提起田内底，改善土壤佮有水质，是循环经济含友善土地的模范。这款新的做事方式，也有参加教育部的计划，希望通为地方的产业做一寡变化。是使用磷壳炭加入到菱角田里面，那去活化这个水质。我们是有参与一个教育部大学社会责任计划，他是希望引入我们大学师生的能量，可以进来这个我们关怀产业来协助地方做一些改变。市面顶悬的菱角是800种，目前这款友善种植的菱角已经上市，也希望未来有愈来愈多环保再利用的做产方式。记者综合报道。我来讲，云林县农会和县内各中各校合作，逐月日新历15这天定做食物日，就是营养午餐拢换用采用在地当咧大出下得这块的菜色，嘛让学生更加了解农民种植的辛苦。看到学生食甲遮尔芳，今仔日营养午餐甲平常时无甲着共款。这是云林农会推动的食物日，内底的菜拢是在地食材做出来料理。这个营养午餐结合是农教育。其实，在食物日的推动下，我们可以更加的去理解农会他们每天是如何在运作的，也可以更加的去理解农民他们种菜是多么的辛苦，且吃到在地的食材，它跟我们平常吃的食材比起来更加的新鲜。云林县斗南农会推动食农教育，即摆甲真侪间中小学合作推动食物日活动。一方面，让学生食到当地料理，也让学生透过影片了解食材生产过程甲农民的辛苦。我们用在地食材当季吃的概念来完整的叙述告诉孩子说，其实要吃的安全跟健康。特地放了一段影片让孩子来欣赏在从丝瓜的小苗开始到它的成长过程，我们也都让孩子能够看得更完整、更清楚。那今天是以斗南在地的丝瓜为主，那也设计了非常多的美味料理，菜色非常的新颖好吃，那学生的反应都非常的热烈。在健康营养的一个前提之下呢，学校也希望透过午餐的推动，带给学生不一样的知识。除了这摆的菜龟料理，还有马铃薯、红菜头、竹笋，这拢是斗南的在地食材。食农教育和学生用者来了解在地农特产品，食在地、食着时，用者沿熟悉这片土地。记者综合报道。同款云林来讲，大庇国中后来已经饲甲5只的校狗，校方招募同学做志工，斗看顾狗啊。这个狗每一只拢有老师认养，体内嘛有斗晶片，会照去讲注预防蛇。是讲学校这边嘛讲顾5只狗啊，开销确实嘛无介轻。怎么会想加入呢？很喜欢狗啊。本来就很喜欢狗。平常都是会做一些什么项目？喂狗，然后带他们出去走走。云林大庇国中有5只狗仔，拢是学校内底老师认养的，学生也来做志工。因为狗仔身躯内底拢用晶片啊，云林县府得来甲因做预防蛇和定期的卫生管理，维持狗仔的身体健康。我们现在5只校狗那个都是我们学校老师认养的，因为其实你只要校狗有晶片的话，那我们的云林县政府的动保科他们也会来这边的帮我们打针。其实就是给它预防性的投药，还有它的
平常的那个营养的照护跟那个环境的卫生管理。校长也表示，真感谢老师和志工照顾这群狗仔，而且对学生囡仔来讲，这是一个学生命教育的好机会。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学校有几位非常有心的老师，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来照顾这些校犬。那当然，他们也带领着我们学校的一群志工，来一起来照顾他们。那这个是对于我们孩子来说，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生命教育的一个机会。照顾狗仔不是一件简单的代志，相关的经费也真惊人，所以学校就用募款的方式，希望有爱心的民众来到帮赞。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县市详细气温的资料。嘉南、台北、新北、桃竹苗23度到29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5度到32度；台南、高雄、屏东26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25度到29度；金门、马祖、澎湖19度到27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胡国清。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